天气转烧热，大人囡仔拢走出来运动，不过莫靠日头偏去。今日下早出门嘛是冷叽叽，上冷的所在伫咧南投96度八。大台北东半部到恒春半岛，相对的在新竹以南地区，云系下是非常少，辐射冷却效应相当的强烈，因此在西半部很多的平地都出现低温。大台北的山区、东半部地区，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现象。早暗的天气温度会较凉冷，脚手会感觉冰冰，北部气温降到10度，沿海抗低的所在可能降有8度，中南部气温10度到11度，东部高温来到25度，温差会较大。明仔载开始冷气团变细，气温会小可回升2天，接落来要开始落雨啊。从礼拜1。会先有一道锋面通过台湾中部、北部、东半部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增加了。那到礼拜2、礼拜3，甚至到礼拜4，华南水汽一波一波的东移，那基本上中部以北、东半部、南部山区降雨还是持续。后礼拜开始，东北季风变强，温度袂遮尔冷，不过会落雨。出外在满叶啊、炸雨伞，寒天爱穿小热，因为过年要到啊，民众的身体才较保重咧。